来看有真侪位着武汉肺炎病毒的患者，嘛看中医食中药清冠1号哦。也毋过对7月初1开始，公费就无特别补助清冠1号，想要食清冠1号，就爱自费，大约是1500块到2000块。 一寡民众伫确诊了后，捌服用过中药清冠1号，为7月初1开始都爱自费。不过新冠疫情即摆目前还阁伫第4波高原期，第一线的中医师就坦白讲，清冠1号的疗效稳定，政府无阁公费补助，对未来可能确诊的患者来讲无公平。清冠1号呢是一个政府所研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，疗效非常稳定。 那7月1号呢？如果说政府不再提供公费，那对某些民众来讲呢，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一个对待。后个月开始要食清冠1号，都要家己开1500至2000块购买。啊，毋过中医药师表示，病患会当请中医师开健保给付的其他中药，来解决掉无爽快症头。啊，毋过清冠1号紧急授权使用 EUA， 伫明年6月到期了后，目前敢若2间药厂有意愿申请正式的药证。看国外定义清冠1号是健康食品，未来伫国外会当买到的机会，可能比台湾更较简单。 在美国，只要不是经过美国 FDA 所谓的审核通过、治疗、预防、诊断疾病的，它就不以药品管理，因为他们没有中医中药啊。那台湾不一样，台湾是有西医西药和中医中药，所以国情不同，不可以拿这样来比较了。卫福部中医药师统计，到6月底，服用公费清冠1号的患者差不多171万人，使用总经费拢总25亿外。 伫第一线的中医师就呼吁，疫情目前还未结束，政府应该继续补助，保障患者的权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